来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，今仔伫罗里岛县的太空中心成功发射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H3的2号机哦，这嘛是日本23年来头一届成功发射全新的大型火箭。いいですね、満点です。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XA 甲合作伙伴30档工业，伫运载火箭 H3 2号机成功发射，佮顺利进入目标轨道的新闻发布记者会，真欢喜的甲火箭模型合影。17早起9点22分，火箭伫罗里岛县经济岛太空中心升空，5分钟了后，第二支火箭的引擎成功到货，升悬到目标轨道，佮将2粒真细粒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。H3是用来取代金马主力火箭 HDA 的全新火箭，红看作是日本参与国际太空开发竞争的王牌。1号机去年3月因为火箭第2载引擎无法度导火，任务宣告失败，让 JXA 的专案团队受到真大压力。2号机的火箭也打满来自全国各地飞行前场写满加油信息的大作。JAXA は H3 ロケット試験機1号機打ち上げ失敗を受け、その原因究明に真摯に向き合い、対応策、再発防止、信頼性向上に全力を挙げ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した。这是日本23年来头一摆成功发射全新的大型火箭，任务成功的迄同时，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欢喜甲互相相揽，也阁有人欢喜甲哭出来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